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发现新奇好玩的人事物是旅途中最快乐的事。今天来到以出产仙草闻名的关西，但是现在我不找仙草，要来找用仙草做成的仙草发板。现在在我眼前有非常多的材料，有再来米粉、糖、低筋面粉、太白粉，对，所以把关西最有名的仙草融入在这个里面。对。哇而且传统的比较涩，我这个是给你吃的会口齿留香哦。但是啊，我猜啊，今天有可能是做板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啊，我看到有再来米粉。是的，因为我们仙草是我们客家人的凉茶，所以我们农忙的时候，尤其夏天，用这个可以消暑，大人小孩都很喜欢，而且吃的会越喝越年轻哦，真的、哦、是啊，那我所以你才说我为什么还这么年轻？因为我都有喝这个仙草汁跟吃这个仙草发板。哦，我记得这个发板是不是小时候都是在扫墓的时候才会吃得到？哎，是，可是现在已经是工业社会，不是像以前农业社会，所以现在想要吃，随时你都自己家里蒸都 OK。有，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就是阿婆有教我一个秘诀，是，就是每次在蒸的时候啊，要测试它那个熟了没，他就会拿一个筷子，然后放进去，如果那个筷子不粘那个发糕的话，就代表熟了。对对对，现在还是我们还是也是这样的。将再来米粉与其他原料混合后，再加上仙草汁，搅拌均匀。詹妈妈要我试试看，将混合好的原料倒进小碗中。我先倒给你看。好。这第一个倒到这旁边，好，这不就刚好切起就好了。对，那我来帮忙。换师傅你了。好，慢慢倒，这个不能急。对，这个要慢慢来，因为它有重量。对，一碗碗的仙草发板被放进热腾腾的蒸锅中，20分钟后，仙草发板大功告成。哇，好香哦！张妈妈，我们应该算成功了吧？对，因为我们是小而美，我们是用小的，所以你说那种4分5裂那大的，那是像我们吃饭碗很大，所以我们这个是已经算成功了。所以今年每个人都会发。好，詹妈妈料理人的创意和在地人的心意，那结合成这一道传统又创新的好味道。